你喺廚房叫夠鐘執書包啦，5分鐘後佢仲玩緊，你再叫快啲啦。講到第6次，你終於爆，你係咪特登唔聽我講？小朋友望住你話我唔記得咗，你更加火滾，心諗講完1分鐘都可以唔記得，但問題係佢真係挑戰你，定係由聽到指令停低遊戲，組織步驟到開始做，中間有一格卡住咗。如果循環每日重演，孩子聽到嘅可能只剩大人嬲，而唔係下一步要做乜。先講結論，挑戰父母同執行功能未成熟唔係非黑即白，同一個孩子可能有能力瓶頸，亦可能唔中意做，甚至學到拖得夠耐就有人代勞。執行功能視覺唔係替行為開脫，而係幫大人將你點解咁曳改成邊一個步驟未做到。當原因睇得準，我哋先可以一邊搭支架，一邊守住合理責任。支架後做到，提示我哋能力或環境重要；支架後仍拒絕，再處理動機同後果，會比一開始鬥氣有效。工作記憶係暫時記住要做嘅步驟，抑制控制係停低眼前最吸引嘅遊戲，認知彈性係由玩轉去沖涼，或者計劃變咗之後轉方法。規劃同起步就係將目標拆成次序，再做第一個動作。呢班管理隊伍合作得唔順，小朋友未必係聽唔到你，而係由聽到做到之間，資料跌咗殺唔切，或者唔知點開頭。執行功能唔係智力，一個好醒嘅孩子都可以喺開始記步驟或者轉場特別吃力。Best 同 Miller 嘅發展總述指出，抑制、工作記憶同轉換能力由童年到青少年都有發展，而且軌跡唔完全一樣。Harvard 發展中兒童中心亦指出，執行功能同自我調節唔係出世時已經完成，而係透過互動同練習逐步建立。所以我哋唔應用某個神奇歲數判斷孩子應該識晒，亦唔好講前額葉未成熟就乜都唔使負責，要睇實際任務同所需支援。第一，聽唔明，你講執生啲，到底係要執邊樣？第二，記唔住，一次講咗拎功課、簽手冊、裝水、着鞋，佢做到第一步就跌咗後面3步。第三，起唔到，佢知道要執房，但任務太大，唔知第一個動作。第四，轉唔到，佢正投入遊戲，完全冇預告就要即刻停。呢4問係觀察工具，唔係診斷問卷，但比差距態度更有用。每次先揀最可能嘅1問，再用一個細改動測試，唔需要一次過查晒4樣。連續1星期記3格。A， 事情之前發生乜？啱啱放低平板。指令係咪隔房大叫？孩子係咪攰？ B， 行為係乜？冇回應，講等陣，發脾氣，定做到一半走開？C， 之後結果大人再講10次，親自代做，定係孩子跟清單完成？ABC 唔係要將家庭變實驗室，而係幫你分辨佢係未能、唔願，定係某個後果令拖拉繼續有效。記行為時只寫鏡頭影到嘅事，少用冇心、懶散、故意呢類已經包含判斷嘅字眼。美國疾控中心嘅家長指引建議，先取得孩子注意，再用具體、正面、配合能力嘅說話，一次講1個指令，唔好隔住2間房叫，快啲執好晒，行近佢叫名，等佢望一望你，再講。而家將數學簿放入書包，俾合理反應時間，完成先講下一步。具體唔等於語氣硬，係將成功標準講到大家都睇得見。完成後立即講清楚佢做對邊一步，比較好耐先。籠統讚一句乖，更容易連上行為。如果每晚要執書包，可以整一張3格圖卡，功課簿、手冊、水樽，用睇得到嘅計時器，唔好每分鐘口頭吹。物件放固定位置，減少臨急先考。複雜任務拆細，執房先變成將地上積木放入盒。本地衛生署改善拖延建議，亦包括視覺時間提示、固定常規、拆細任務同減少干擾。外在提示唔係縱容，係暫時借一個系統俾孩子用。清單最好放喺行為發生嘅位置。文字未熟就用孩子認得嘅相片或者圖示。由睇片轉沖涼，唔只係服從問題，仲涉及停止、切換同起步。你可以先預告，仲有10分鐘，5分鐘時再指一指計時器。時間到講同一句短句。而家熄機，去浴室。預告唔保證孩子中意，但減少突如其來。
如果佢討價還價，唔需要每次重新辯論，確認感受，再重複以講清楚嘅下一步，規律比聲量更容易建立預期。可以咁講，5分鐘後要開始功課呢樣要做，你揀先做數學定先做英文？孩子有得選次序，但唔係選做定唔做。又例如而家要着鞋，你揀藍色定白色？選項只俾2個，而且2個都係大人接受到。千祈唔好問你想唔想沖涼，然後佢答唔想，你先話冇得揀。假選擇只會令人更加不信任。如果每次第一個指令都唔算數，要等大人聲線升高先行動，孩子自然學到前9次可以忽略。講清楚指令，俾反應時間，未開始就指向清單，或者按事先約定嘅合理後果跟進。後果要短，可做到，同件事有關，唔好一怒之下話成個月冇得玩，轉頭又收回。界線嘅力量來自一致，唔係來自大聲或者罰得重。初期你可以陪佢開始第一步，一齊望清單，問第一格係乜，但唔代佢執晒。完成後具體講，你頭先睇住清單，自己放好2樣。當佢穩定做到，就由3次提醒減到1次，由大人讀清單變成佢自己讀，再由每日陪做變成完成後核對。支架如果永遠唔拆，就會變依賴。一開始完全唔答，孩子有可能不停失敗。最理想係跟能力逐格退後，每星期只切走1小格，失敗多就退回上一級，唔需要為證明獨立而硬撐。Handy 團隊整理49項隨機對照研究，涉及23,098名2至17歲兒童及青少年，不少自我調節介入有改善，任務表現合併效果約0.42，但研究之間差異好大，異質性係77%，而且只有部分研究追蹤較遠結果，所以可以講結構化練習有潛力，唔可以講任何一個 timer 清單或者努力遊戲都一定有效。Spiegel 團隊嘅統合分析發現，工作記憶、抑制同認知彈性都各自同小學生閱讀、數學同口語結果有關。呢個證據幫我哋明白點解某些孩子喺多步驟學習任務特別吃力，但群體相關唔可以倒轉成我個仔拖拉，所以一定係執行功能障礙。仲要睇指令理解技巧、睡眠、情緒環境同埋學校是否見到相同模式，最好將家中觀察同老師見到嘅實際例子放埋一齊，而唔係只帶一個標籤去求證。如果忘記拖拉同難以轉場喺屋企，學校同活動都持續出現，明顯比同齡孩子吃力，影響成績、友誼或者日常自理，又或者同時有專注、語言、閱讀、焦慮或睡眠問題，就同老師對照觀察，再對學校社工、教育心理學家、家庭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商量。即使清晰指令同支架試咗幾星期都冇改善，亦係值得求助嘅資料。幼兒可能只處理1個動作，用圖示同即時回饋。學齡孩子可以用3至5步清單，開始一齊設計，再由佢自己核對。青少年就唔適合由大人逐步監工，可以共同約定完成時間、提醒方式同未完成後果，俾佢選擇點安排。年齡大唔代表執行功能已經全熟，但支援要保留尊重同自主。無論幾多歲，先問需要幾多提示先做到，再逐步少一點，而唔係突然全部放手。而家再試一次執書包，你行近孩子，先取得注意，講10分鐘後執書包，時間到，指住3格清單，只講而家放數學簿入去，完成後再下一格。如果佢卡住，問係聽記起定轉，俾2個可接受選擇，再平靜跟進。你唔需要叫足10次，亦唔需要假裝所有行為都係能力問題。先用支架測試，再按孩子做到幾多，逐步撤走。如果你想下次少講幾次，快啲喺留言寫低，先問卡在哪一步，再決定點樣幫，當作俾自己嘅提醒。覺得今集有用，請讚好同訂閱。講爸講媽急救包，等我哋繼續用研究拆解真實育兒難題。亦請分享呢條片俾一位由第1聲提醒去到第10聲先爆煲嘅家長，由鬥氣轉去方法，可能就由呢一個分享開始。